主后2022年8月1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找求真正的安息。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，咱要对第1节来读到11节。既然上帝予人进入安息的应允还留底，咱着小心，才免恁中间有人想讲，因得袂到即个应允。福音偏偏有传互因，嘛有传互咱，毋过因所听见的信息对因无利益，因为因遐个听到的人无用信心领受。咱遮个信的人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。照伊所讲，我伫受气中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。其实上帝创造宇宙的时，伊的工作已经完成。关系第7日，圣经一个所在有安尼讲：上帝伫第7日煞伊一切的工作来安息。共即个所在有阁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。既然遐个大声听到福音的人，因为毋顺趁，袂当进入安息，上帝就为着其他人保留即个安息。真久以后，伫大笔的册有记载，上帝设定一日叫做今仔日，亲像顶面所讲。今仔日，恁若听上帝声，毋通硬心。约书亚若有互因安息，上帝就袂伫后来搁提起别个日。安尼，上帝还为着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。因为进入上帝所赐安息的人，亲像上帝煞伊的工作，嘛煞因一切的工作。所以，咱着努力进入即个安息，才免有人亲像遐个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以上。找求真正的安息。既然上帝予人进入安息的应允还留底，咱着小心，才免恁中间有人想讲，因得袂到即个应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面对苦难的兄弟，学习进入安息。对作者来看，安息并毋是将来的代志，现在在进行，爱用信心领受的应允。这种安息用现代用语来讲，就是活伫现此时，活在当下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一件真学，却必须学习的功课。活伫现此时，并毋是认命，是相信上帝带领，愿意全然交托。拄亲像保罗伫罗马书14章第8节讲的生活态度，咱若活是为着主得活，若死嘛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无论活还是死，咱拢是属主的人。1979年12月发生美丽岛事件，郭俊明牧师伫隔年4月24日暗时，奉用涉嫌宗敌施明德的罪名受逮捕。经过军事法庭审判，郭牧师受判刑7年，搁入狱服刑。伫监牢内，郭牧师并无口出恶言埋怨，反倒转时常用诗歌、用圣经的经文勉励共伫狱中的受刑人。郭俊明牧师伫1981年6月14日写予高丽丽珍牧师娘的批信，安尼讲：即几日天气虽然阴沉，搁常常落雨，毋过我内心深处也有对主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我感谢主，予我有机会来遮体验修房的生活。
我感觉，咱会当甲众人同甘共苦的时阵，咱会正确甲十字架甲国外的福音传互众人。我求主继续锻炼咱，互咱会真正用清气的心、清白的良心、甲纯真的心来听众人。愿主甲你和每一位亲人朋友同在。高俊明牧师甲这封批的标题定做“守望内的平安”。伊虽然伫受劳内，却无因为心寒受劳怨天尤人。颠倒，高牧师讲伊感谢上帝，互伊有机会体验守望的生活。伫迄样的处境中，高牧师的确活出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安息。这样的安息，只有伫深深相信上帝，佮愿意倚靠上帝的时阵，才通得到。安息是停止过度依靠家己，是放下家己熟悉的方法甲情绪，是搁在仰望佮信靠上帝的时，发自内心深处平安甲喜乐。拄亲像希拉加尼伯的祈祷讲的：上帝啊，求你赐我宁静的心，去接受我所袂当改变的代志，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会当改变的，佮赐我智慧分辨两者的差别。默想，我安怎才会得到上帝所应允真正的安息呢？我捌有这种安息的经验无？我安怎才会当得到上帝所应允真正的安息呢？我捌有这种安息的经验无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无论伫任何处境，拢会亲像尼伯的祈祷安尼，平静接受遐个袂当改变的代志，有勇气改变遐个会当改变的代志，佮有智慧分辨因的差别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